咩啊？好先話睇下當見這邊幾點啊？3點幾啊3點10個。3點15分了啊？但係我10幾人聽喎，你話 post，但係我10幾人聽，但係咱 last topic 咱講。有啊 ，because 微娃娃人龍人未趁接嘛。哦，但係人講 best place to shop 是 Japan，但係有啊看即蕉，我買一大堆，我買喎，跟住條衫。OK，等我放 OK，last topic，嘅報。Kê bố kê bố kê bố gì. Alright, nó start ra hả? John 基波啊？啊，这就是kê bố gì? Ví dụ à? À,是kê cái名kê bố gì名? Bố rồi. OK。咱有人化名叫佢不知咩？係啊，各位聽眾，嗰再歡迎人就對嚟，邊咧學見呢節目，當今咧較靜淡薄。哎呀，個人聽過，我講個人聽過，就唔係人來呢，羅人嗱，嗰節來都對啊，那裝咧嚇，網絡而家真好了 ，maybe 是 US 會聽人嚇。I think 冇咯，我啦生往時邊領啊，馬來西亞人冇人聽個真正暗嘅咯，感謝攏收聽呢暗。這個禮拜呢，我人要倒對，哇死個人聽當然，這禮拜要倒對來聽人講，啊不，要甲人講夜報紙，我哋要請一間呢真久無來嘅360呢，是要倒對來等人嘅，要等講夜報紙嘅 shopping 嘅，等架特起3點幾啊，會嘅，快特買 Hello， 特買困咧，特買這條當然怕到唔緊嘅啊，係啊，怕了。你冇喺等頭買怎麼呢？小英，我講小英啊，今日特別嘅邊呢，就是360咯，แล้ว反正เอาไปepisode แล้วก็อีกกี่名300 heavy 一間等有人 send message 我叫咩 dinner plan 怪咁confirm OK 原來叫咩我 chat 定人知แล้วโอเค我ไป講就是กี報紙แล้วก็會請到另外一個กี報紙就是豆嘅歡迎豆嘅你是唔是กี報紙我是邊基波嘅咯。你是咩我不是邊基波嘅。哦我知哎呦你咪特別用講話咯，所以你有見你特別講話是特別看看你咪用未用，你當今上個是冇 echo 嘅，你是唔是聽 headphone 啊？還是有咩話未？我嘛冇到。你用 headphone 啊？但有淡薄 echo，你一個講淡薄唔要緊啊。OK。你電話是蝦米電話？你講下，你是唔是你電話？但用這出街嘅小米。錯，大家嚟試未怪啊！過來的是 software 屬於大兵咪是，但係大兵邊個係大兵咪係你看？唔 OK 喎 ，so far 用咗 OK 喎。而啦，睇下當見又 OK 嘛？當叫伊講一句 OK 咯，伊其實講呢，伊度就講嘅，攏聽到伊就講嘅時候，嚟講下。唔知呀喎。當叫 OK，你講一句 OK，你就講就講啊，你聲就講啦，我都就嘟就聲你聽。嚟啊，講啊。OK。你就嘟就就講聲，แล้วก็另外一個特別嘅邊咧，老椒教我人拍咩鬼咩，經濟歡迎。大家好，好，今日咧是專門是泡過比平教我人講鬼咩，鬼咩，感謝，嚟人講幾報紙就是威話我來喎，等我講威話我啲大粒嘅幾報紙就是伊咯，等我看。OK，我 quality。叫佢接嚟 Google 咯。
伊上個是 internet connection 個冇咩好事，所以唔使 Google 個嘢咯。你愛去 Google Hangout 啊？是多正？我就更加好 ，because 我嘅 line 冇好。哦，OK，你是唔是第一代嘅博士？我冇啊，我乜都有幾寶嘅，我咪點嘅平時。哦，你 OK 嚟，等陣你試過不，what is the meaning 啊？下面意思幾寶字是安怎幾寶先？安怎嘅插人嘅樹咯，插人樹就對啦。你去插人嘅樹啊？你咪咯，你知哦，嚇別講三項貴咧。嚟啊！無，你知哦。我看啦，就等陣時啦，我看即個新聞啦，伊講嗬，全世界啦，第一家寶嘅人啦，就是先生。你娃娃都是先生啊，都嘛未記啊，都是先生。哈，伊人有一個研究啊，嗬，伊人出來嘅 result 是講，先生是世界上第一家寶嘅人，然後接落來就是 lawyer。哦，lawyer 個可能 lawyer 個是 occupation 係咪？就俾家寶嘛，先生咪就俾家寶嘅，就係講你核性好唔好？了到辦公室內面嗬，到人嘅一個 office 內面啦嗬，咁了本規矩定係講人家寶嘅物件嘛。了有嘅嘛是愛講，因為先生嘛，伊 feel 就講伊講道理嘛對嗬，了伊就講講，哎呀，伊無應該安尼款嘅，伊特別安尼款做個對嘅啊，即無關嘅事嘛是嘅嚟講。特別係一個另外一條就是先生，做咩做家寶呢？嗱，講到先生家寶就係講嚟啊，先生伊到底伊嘅學生啊，安尼借學生有爸母啊，個安尼借學生，伊拄到只人㗎咋？你參加真只人做只為咧，伊就是只人嘅事啊，就是家寶嘅機會就出啦咯。唔是，伊唔是家寶 student， 伊是家寶先生。冇咯，咪是參咧借人做只嘛，一定嘅啦。一定有事嘅。是啊，啦，特別你看 office 嗬，你哋做工啊嗬，你特別人會家寶別人嘅物件嘛。唔是，我咪會諗看，如果人家寶啦，是唔是蛇性天生呢？人嘅本質啦，是唔是？特別有嘅，curiosity嘛。嚇，對，你要知嘛？我贊成你講嘅，人生出來是家寶嘅gene入邊嘅。是哦，有影有嘅，是講咯，你到一個坎站嘅時候，嗬，你看開嘅時候，嗬，你哋 feel 就講，哎呀，我咪去理人哋啦。有咧，唔是講你買家寶，有咧是你為啊買隻數，你買你 withdraw 你自己，你買去嗰啲，其實嚇你特別怕一種嘅 urge，你特別你會知，哎呦，安怎啊？係咯，是咯。我講呢一種唔是 genes 嚟啦，呢是 environmental 啦。environmental 本來特別冇講，你唔是講 gene 就是成食，即係人嘅 curiosity 做人家寶。唔是啊。I don't think so. I think it's because if you're interested in the people around you, you want to know more. 你會知嘛？Tapi 我細漢個大漢啊，我嘛大擺甲人講啊，隔壁厝邊啊，話人買插死人住。對。特別伊是假如你看嘛，代表你看那是無人假如你看你是唔是會去知呢條？你 human nature 咱是會知嘛？冇，所以講對 environment 就真係有關。等陣會話我講。你所謂嘅家寶嗬是去知人嘅事呢，還是去插手？有嘅是講啊家寶無關嘅事去插手。無上 level。佢呢度應該是家寶錢啦。對，阿 BB 話我講對。冇啦。你知啦，你有驗喙，佢冇大字。佢哋就電話咯。你若是知啦，你去插手，佢就是而家家寶錢啊。有你下家寶錢啊，有你下佢俾去夾菜嗰個事咯。對。嗰係豉油啦，嗰係唔是叫做家寶錢，佢哋都是借數。真係是借數。嚟你講咩？你先知係家寶錢係咩？真正是啊，你就只借家寶錢到 online 嘅位啊，嗬，哇！attack 我就唔愛死。做咩事？
是不是？我啦，我人 blogger 唔是有介紹盆菜咯。哦，嚇！你講到。計大呢，同佢講，伊響到 group 裏邊啦，嗬，第一件就是講話你看到真濟人啦，真明顯啦，無關你事嘅人嗬，伊真正幾寶嘅喎，伊來插嘴啦，個表件咯 ，print screen 或者 blog 啦，咧個人身攻擊啦，個講東講西啦，แล้ว每個一步啦，แล้วอันนี้關你是受害者咩？伊就唔是。一時看着講一時看着講什麼路見不平啊，拔刀相助啊，你明白哦？是講你看着有事，แล้ว你就來鬥卡手啊！你看我講，呢個是叫鬥卡手，呢是假保了。因為娃這是像阿 John 講啊，嗰係鹽，嗰係豉油，嗰係糖啊。即係有人食成個另外一下面嘅話就係特慳咧，就是人哋看你 gossip 啦，就是 gossip，就是白咧講話，有時啊講唔時啊講啊，有機會就係 drama 樣就係鬧咗咧，你人。即係 dramatic 嘅人講嘅話嘅咧話，哇，梗係誇張咧，寫咩啊，寫諷刺嘅哦。sarcastic。即阿毛叫係咩啊 ？shit stirrers。對。拿晒，拿家攰嚟追老㗎啦。伊人食嘅啊，有人食嘅拿晒。我只做我先無清嘅嗬，我只無清，我只暑假尾平靜安尼嘅數就好。你看嗬，成日講啦，我啦嗬，寫出來嗬 explanation 啦 ，OK。because 講我啦 blogger 介紹嘅物件，介意出來嘅 product，final end product 出來無相嘛，แล้วมา出來講咯，我มา出來 answer 咯，我講哦，嗱是講安尼款嗬，can you all go and complain to the 嘛，就 merchant 嘛 ，complain to merchant 啦。แต่ว่า follow print screen ว่า block 出來中มี哦ว่าจะไปเอาขาชิวรู้ทำมีมาเดียว actually เนี่ยกับ publicity มากับทำ publicity รู้โหมานะครับ publicity there's no such a thing as bad publicity everything is good publicity I know but then ตัวอะไรก็โว้แล้วอุลังไรลาไส้หรือเป็นใครโอ้อีลาแล้วเขาอีเด็กก้องไอ้blogger เป็นอย่างไรล่ะ blogger เขาก็แล้วจะ sponsor ล่ะblogger ก็แล้วทำใจล่ะ哇！你看你物件咁樣出來了喎，我這對嘛？特別食嘅物件別講嘅嘛 ，one man's meat is another man's poison 嘛。對，แล้ว特別 another thing 嘅時候，你講嘅對嘛？你去 review 你 something 嘅時，你就係 of course 你俾佢寫字，你 review 下咪是做，然後呢，特別係 emerging 嘅 responsibility to make sure that equality 是 maintain 成個醫學人講嘅事啦。你唔使講個 blogger 醫做啊無好嘅嘛對。啦，แล้วแกหมดชุด unless 亂去食係是有影只就冇食，你講樣嘢食好食，係你都唔對啦。是啦，แล้ว but the thing is 哦，伊人哦就是假咧最老嘅了去咯，伊人就是假飲假錯，你講哎呀，有嘅人是安尼款啦，食 free 嘅嘛，伊就就講以好嘅嘛，係咪啊？但係如果嚟講，是 merchant 嘅 responsibility 啦，咪安尼款，你調工。他咪天差落灰啊！對。咧 in the end 嗬，有嘅人嗬，啲講邊講㗎，一大段咧嗬，到尾嚟嗬，一人就冇俾掉。講下邊難笑，媽你，我講，咁你人啊，咪娃娃要食錯㗎嚕啦。呢是嚟幾寶咧咯，這是字啊啦。有人是食錯，成個清講咧。我甲你講，為蝦米 business 你做，都是有安尼嘅人嘅。無講無嘅，因為人有嘅人就是歡喜看下人 successful， 有嘅人就是別甘願看到人 successful。你唔係講，你唔係講，你免去個安尼會講你唔捌嘅人啦。你家己看，你家己 environment 嘅人都有安尼，你家己嘅。出來嘅人都有安尼，即係是 human nature 嚟。對。咧就是講，我แล้ว個有一項啦，就是講有嘅人 purposely 嘅啦，就係講伊 competitor 啊咪安尼款嘅點出來啊咯。對。你拍歹你名聲了，咪咪娃娃。
特別我講聽啊，你係一種人你拍袂走誒，所以你要緊你家己做咗你本分，你望去夾個人亂，然後你 in time 咧，人對再講條款咧，係愛一百喙特別講人嘅係，其實基本是一百喙去講人。即人看就知就無人對啦，啊，伊講嘅話袂會聽咯。無法意思是講嗬，咱啲家婆你反正別人嘅物件是啦，你加水加個爐啦嗬。特別嗬我嚟講，我會 feel 到講啊，我成日都講嘅咯，心無清咯，你明白？我成日講，哎呦，安怎愛去做人安尼做物件呢條嗬？特別有人無嘅喎。有成日講看戲啊，你講哎呦，我係看乜濟戲是安怎？好啦，笑，特別 actually 啊，若是講即唔是你嘅基本先，若是講是別嚟 blog 嗰條，你講你有去記報呢？你有可能冇去記講啦，特別你有去記報呢？係咩意思？若是講即代志唔是你啦，若是講是別嚟人啦，然後even though你嘅款是未成講去記咁嘅錯得人啊，特別你會成日看戲啊，可能你。如果嘛對咯，那是講嗬，特別那是講佢哋我 friend 係咪啦嗬，我會 somehow 會起來 protect 人。那是我 actually 呢個 blog 嗬，一 print screen 嘅 blog 唔是 why 你知道 ，but then this blogger 啊，伊是一個 newbie 嚟，你知道，所以話伊只驚，伊看到嘅時候，伊驚啦，伊定定講啊，要死啊，唔知人會相人會相信我 blog 哦，係咪你講啦？我講 OK 啦，唔要緊啦，好啦 ，because 是我招去嘅嘛。我招伊去嘅嘛，所以了我無理由我點無理伊嘅嘛對，所以我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to answer them 咯。哇，了一人就轉過來，伊了，我梗係咩咧轉過來就笑掉我咯，係你講咯。特別有啲人話是成個講。特別 actually 我 sometimes over time 啊，你會變到成個你成個rasa 只線啊，嘛去對樣，只技術啊，要無應該你去理你看你物件。我講了咧嗬，我就插你人啊咯。ไม่插伊人啊，我講你伊報一句，你報一句啊，較較未了咯，較較少對。那就是啦，亂死。你啦，我咪三百拉針嘅時啊，300拉針。你記報紙唔記得你講唔記得？我記報唔記得。你記報係別人記報你？別人記報我咯。上個我把路落嚟 KL 嘅時 ，single 嘛，แล้ว冇朋友，แล้ว嘛是上個參新嘅朋友啊，嗬，就上個 one by one on one อันนั้น出去啉茶還是食 dinner อันนั้น咯。咁我在過無久，佢會聽到人講，你介 dating 啊？有講啉個必須 dating 咩？應該本是啦，你冇得咩？你我嘛是個 baby 話我 date 過。別過啦，別叫你食請。啊？別叫你叫佢食請。Plus one 嗬。係啦，我同你講下你是叫 dating 約會嘛，我嘛是叫你 date 過。Actually dating 是合理。Actually 冇 ，OK，dating 啦嚟 interpret 啦，唔是啦嚟講。Before 你做嘅 post，咁個 dating define dating 成日看，以 dating 什麼意思 ？dating 咧就是講你有 slightly 嘅淡薄意思，要去把你較濟了有lead to potential romantic relationship 呢個 dating 咯。哦，冇。但是講我如果出去成個我嘅會話，叫人去食。date 咩意思 date 啦，特別 not necessarily dating 咯。date 是講OK，叫人做隻要出去食啦，特別你無迄個 intention 咯，你會成講會走。所以未使嘅係你 ing 啦。冇 actually 係講dating 呀 ，no，dating 就是講人拍拖咧，是叫 dating。拍拖你使去先白啲嘛？冇拍拖是先啊嘛。拍拖咩實咧？你頂是你實你頂就是拍拖掉啦。你去 slowly 被 GPT call， 你係是叫 fucking 啊？係你叫 fucking 啊？我接過啊，未接過 GPT call 你。即係大妹你又冇接觸過。wedding 啊！wedding 啊！就是安尼講 gossip 啊。gossip 是唔是叫係咯？就是因為就是安尼款嘅報紙。我咧家嘅嚟
討論啊，個嚟 discuss 嘛，討論啊，就maybe 你人 suka 你咧，還是 suka 別你另外你去 date 條人咧？冇啊，我同你講啊，嗬，I mean 有 certain 嘅 group 嘅人啦，伊人就是安尼款是個 gossip，了是個假保人嘅事誒，對，especially 是安尼款嘅人咯。你講咩？你是咁樣講你嘅 community 較濟數啊？Second community 嚇較濟數誒，所以話that's why 嗬，我本無咪是個參就是安尼款。哦，對阮。尤其是迄個較無安尼趁正出來看，要逃避嘅國家一個事 ，because 你真係偷呢嘛，有人是一怪阿咪一直流出來，都冇見到佢咩事都冇物件 gossip 咯，你 gossip 是你逃避人嘅件 gossip，特別唔是 ，not necessarily 是嘅 community 咧，即係本。佢了 community。六婆啦，三姑六婆。加了。Bibi Wawa，那是人 gossip 啊。太濟啊！即 gossip 是啊，人食錯了，人愛拍歹你名聲誒。係啦。無代誌，蝦米事你若是未講蝦米好啊，唔通講，對唔對？特別有人大家拉曬會。人是大家喎，計曉呢人。啊，蝦米事？效應。較濟是伊人啊，食錯了啊，伊人。袂打閒，你較 successful 個伊人，還是你較好命個伊人，所以伊人嘅喙啊，愛一直啱了款。有冇較喙？這個人就是叫做食飽換腰。對。哦。食飽咩？換腰。食飽換腰，你飽了嘛？你食開飽了嘛？夾起你腰嚟換就對咯。食飽換腰。哦，哇！食飽換腰夾，有其幾波子。係了，佢同佢講咧啊，10日真，了人你是去安怎 dating 咧，實在去捌新嘅朋友，所以去還是你被查找之來地開。啊，咩路？我啦。你成個冇意思 interest。冇係你意思誒。實在捌朋友就可能啦。去啉咖啡。看咧佢後咧就冇意思了。冇อันนี้แล้วบัดเป็นยิ้วแล้วจะสิ講อีกก็บัดว่าเป็นยิ้วแล้วเป็นยิ้วก็บัดเป็นยิ้วแล้วหาจิเล่傳จิเล่แล้วนอเล่傳จิเชงเล่อันนี้ควันเนี่ยแล้วลูกกับเดียวสิลูกกับเดียวฮะอันก็ว่าคือผมใจอันนี้ไม่เกี่ยว我睇到時我係感覺到講哇你人傳了冇咁快因為這是5點鐘裏邊傳掉嘅。哇！你咪成垃圾，你個記者 popular 咯，哎呦，硬嘅嘛？要爽。我咪安尼款呢？安尼款，你嘛唔使穿長衫嚟接餅啦。係咪嘅穿長衫？哦，叫你變長衫，冇穿衫呀？唔是啦，你講有冇成個情節呢？但係你講嘛，穿長衫嚟接餅係硬嘛，你唔係咩嚟接餅穿長衫變硬啊嘛？哦，叫你呢啲硬呀？嚇，5點鐘就要。我知你安裝咧對，你 rasa 啊，安裝咧你感覺到安裝咧係是起航噶，還是講起噶先啫？我未起航啦。特別我係感覺到講，哦，阿豆出去賭人會較勁咯，係勁啊！勁日子啦，看其實洪水好啊！你講得係講有他們 friend，看唐書嘅，點解看唐書嘅水嘅咩？米嘅直喺頭頂嘅，別放你自己嘅事。唔係，so but then 啊，我同你講啊。成日講下嗬，成日講parents 不是就係 gossip 嗰啲就。
你見啊，有當時啊，有個 parents 會走嚟甲我講，伊啊，伊 mother 啊，真正成日驚啊，咩，哇，你講一can講啦去 can 啦，哇，你講嚟講去嘅咯，亂死啊！是我就問伊，得攞一個 parent 無成驚誒。係啦，是啦，就是哦，小嘅咪都拍驚嘛，無小嘅就是成驚嘛，成驚嚟成嘛，成驚嚟拍咩？特別啊，我甲你講啊，當然我成日驚講啊，家暴人嘅事咧，because 我掉過一刀界咧。安怎？掉過一刀界咧，我就。啊，咩物件掉過，但冇你講真正咧嚇。我有一刀嘅時，我唔是甲你講有一刀嘅時，有一個人寫，我complain你啊。伊寫批了 ，because 我有夾到獎嘛。哈。情況咧，係咪 the best performance 係咪你款嘅嘛？對，แล้ว有一個人就寫批咧，伊 comment a few teachers 啦，then 我是其中一個咯。แล้ว其中一個伊是講我because 伊講我嘅 sexuality 無清楚，呀，我係 sex preference 無清楚，安尼款嘅人伊名好屌就，安尼款嘅人你本來在學伊夾，安尼款嘅 award，你是100%是食菜嘅咧。係咪 awards？伊是唔知咩先生談。แล้ว講 sexuality 係咪問題？就是人講話無好榜樣嘅我係講。好嘅榜樣嘛嚇，你講嘛，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佢有時就裏邊就唔知直接看到一條片啦，裏邊嘅人就傳出來啊喎，傳出來啦，แล้ว嘛對住我啦嘛，我知啦，我就成起哄啊咯，對起哄啊แล้ว我就去看佢哋嘅啊，嘅啦，แล้ว我就你剪掉業績哦。我唔是講剪掉業績，我是 suspect 啦 ，then 有 suspect 幾那啲 teacher 安尼款嘛對 ，then 佢後陣時我就是家暴，你就去甲一個人講掉，你就講啊，懷疑是住人哈，點解啊？是一間啊，安尼款你就，然後佢一間 teacher 伊本家暴，伊本走去甲你講啊，傳到佢哋 teacher 都知哦，teacher 寫呀。係了，你就咧，你 teacher 就翻咗咯，翻起來 ，because 伊到學堂內邊教只久啊，3幾年啊，哇！伊翻起來時啊，排山倒海，我甲你講，哇！佢哋冇แล้ว是唔是伊？是長嘅啦，咪甲了就只來咗，哇！你看到翻嗰時都緊張哦，我甲你講，lynching group 嚟，然後我再講是我講。錯了啦，對，特別我等本有 suspect 是伊啦，你款啦，等本是有 suspect 是伊是講伊人是到內邊傾嘛，對，然後我就冇小心本出來嘛，你當然比較細緻啦，冇啦，唔到時，冇 since then 啦我等入面加了我咪插了，咪講加了我咪插了，特別咪講啊，邊面嘅本咪做咧，因為那做那冇虧心啊嘛，是。That's why in the end 我 resign。較好本啊！我感覺到你阿寶一直成個燒掉你個 DVD，你冇咩做，你愛做物件本。攞時。喂，你記你甲我媽講嘅時話，媽講一頭免啊死去個好，我一頭我媽。你媽一頭。我媽做先生一謝你人一知嘅。一頭死去個會個。係咯。是啦。就是啦，所以啊，我 feel 到講啊，我根本是一個真應生事嘅物件咯。這是基本事啦，老實講。office 嘛是office 嘛是安尼比比娃娃。啦，你有人就是有技術嘅啦。家暴戰咪講到呢隻另外一個較出面啊，唔係家暴戰物件啦。especially 對人你嘅人啊。家暴戰我話啥成啊？我你安啲，你就真正對起事，哇！家暴啦，唔會路，路差唔多噃，我嚇兩個啫。有啊，阿 John 有啊，特別個我係點講啊？我是個大波嘅。搞。然後伊就用嘅無聲嘅眼神嚟看住都。
好过分。那个我点啊，土龟啊，the closet 了啊。你咪是点去咯？Tapi有當時你阿未參加，伊 surprise 啊，你係咪伊係咪？伊 surprise 我 answer 相關。哦，tapi lu冇rasa有人成個唔敢講嘅時候，你會想有住成啊，哎呀，真感覺成啊，佢真梅話你咪叫有，你會成啊真煩啊你啊。有咯，然後但係出嚟物件阿 John， 伊唔是干那梅 gays 呢，伊 as long as 你冇教因，伊就是梅路了。我是講啊 ，especially 對你嘅人好，未打閒嘅啲啊梅路個未教因，個未錯波，個未人哋肯定告訴你啦。點啦，咪出聲啦。所以講我唔會錯，我係錯硬。我就說就搞阿媽都講我不愛去拜年相關啦，直接問佢 question。哦。但係或者咪係梅路嘅。我今晚做工我先呢。嚇？我今晚去做工。我今晚去做工講。哦，你咪都特別係梅嘛？我媽咪是梅話。是啊，就是特別係你唔是幾報紙，係你是關心 actually。係，不過你實際。你接觸見啊，三姑六婆啲梅嘢，呢啲是梅嚇。冇啊，我同你講下嗬，我啦，我 feel 到啦，即幾年啦，我因為我都真正都到auntie啊，冇人我。成功啊你！成功係咪？特別真明顯。即係咩梅啊啦，即係。梅啊，梅了辣啫。你係咩梅啊啦？我對佢話講聽，我當然唔是冇，我當然 rasa 真好笑。Actually，我 take it almost like as a double fun and 即係 chubby，就是一人特別就是個講係咩啊？哇！你人頭把佢冇插拍到，佢冇插嘛佢，我咪笑咯。咁我講點樣講爛豆嘛？你講。有特別講嘅，罐頭啊，咩罐頭啊，個皮皮個冇錯冇個啊，我咪笑我妹咪橋啊，佢講 continue。等個你錯冇咧，個梅路白行物件了。冇成嘅個啊，你冇成嘅，第時個俾寫，前年鬧了，肯定寫未出。喲，你講我寫啦，同你寫，又要切掉內皮啊嘛，你叉燒嘅笑吧。哎呦！我呢時級門，呢時冇咪派，一部有 intention 嘅啦，即唔是成個講會害你嘅，即是實在，要啦，要改變打慳你幾部呢？係啊，幾部只有價錢行寬嘅，特別有一種啊，是學你 third degree questioning 嘅，你知有嘅人安尼啊。伊無梅路殺到你誒，伊來啲合併啊，伊梅路，但行一行嗰一行，你行上家，你是 criminal， 可以開個了嘅，你行個了誒。哦，安怎講話？我古早時啦，我有一個朋友嚇，真係真久啊，以前我爸都出來做工嘅時啦，我人大伯伯一間厝嘅嘛，所以一間厝俾人 share 嘛，然後哎呦！我真正罵到嚟伊，安怎啊？伊會梅上個人查家集安尼都知哦。伊會梅個路啊，until 啊，點解那是伊會梅啊？你特之前地課係咪食？伊會梅安尼款嘅物件，安尼款好我哋感覺安尼咯。安怎會梅人梅個呢隻物件了？未歹勢去梅人物件，我直直講，安怎伊安尼？安怎梅人安尼款嘅？我你不都就安尼人哦。不，伊成日唔知伊 limit 嘅，成日 socially 你就講你唔會教 certain things 啊，唔你這個鋼筋行到這類嘅，你話你實講我捌一個人，那些講啦，我教你人做工啦，我使做工甲伊食10年啊。我唔知講伊安做蝦米工嘅 ，OK？特別嚇，即個人啦，會知甲上班啊，你安你上台啊，咪幾個了，本知個了，差唔多安穿嘅咪地開本知嘅啊，安尼人啊，安尼款嘅感覺。
迄个時候，迄個有影100%嘅報紙啊，誒係屬個啲嘅。Actually，我本就嘅報紙，actually 你 certain curiosity 你嘅嘅報，所以 interview 人嘅時候，你被特別嘅報就係你嘅每條人愛聽係咪㗎嘛？即係譬如我講特嘛，人 naturally 啊是嘅報紙，就是人有你成個我人有 interview 人嘅時候，你特別再講，你會 project 講，你 audience 會聽係咪物件，你知？So yeah, but John, there is always a limit. There's a limit to the privacy of the person, no. 對，我會唔會For respect 政治你定義好幾好？係咪啊？你定義好幾好啊？我真未得閒呢，是安尼款呢。如果那啥，大擺啊，那是古早我做工嘅點聲，那是我對起啊。伊人做茶，你就是愛帶紅。我講我未啊，小協是過頭，吹無紅。做清子嚇？唔是帶紅，嘅紅。啊，他那點聲咧，我吃工了。嗰個問我，你冇 boyfriend 啊？啊，แล้ว嗰個咧就講，伊問那係吹 boyfriend，你 high maintenance 啊？我講是女也是我女，我未當閒。陣間 BB 話我講啊，安尼我聽我心倒火啊，我無插嘅啊，我射落去咯。我跟你講妹女，哈咪數你無夠癮，你古早有 boyfriend 無？伊人有知，安尼一個 boyfriend 安怎未調嘅，安怎未調嘅，然後嗰一個就報咯。嗰一個就報咯，伊問下high maintenance，you know why？ 即一個查某有一擺我要去法國，我逐擺我 travel 我坐 business class， 咱拄着去departure lounge flight page 了，economy 行 one gate 嘛 ，business class 行 one gate， 你個問下你坐倒落啊？無咱去換，咱坐平平，我悄我唔講半行了。入去嘅時，看我入去 business class 嘅啫，下咧就死咗咯，咁咪去報啊！把手架帶啊，把手架帶啦，講伊踩安尼車，伊坐飛機安尼 ，high maintenance， 我講是女嘅外女。對啦，唔是開女嘅。嚇！我真未得閒安尼人，即是像你講啦，係豉油啦，係醋啦，係鹽啦。世界有macam-macam嘅人嘅。趣味，安尼夠有故事講嘛？特別安尼款個比較緊，伊梅路個比較緊，了，隔嚟安尼款有嘅人一看，特別伊唔知，一看係你 the tip of the iceberg。了，伊講macam-macam嘅物件，啲後尾伊做家己故事出來嘅。對 invest。你個料你嚇！我細漢嘅時都捌掉了。安尼是 speculation 啊，coca C 啊。嚇！我哋見安尼人嘅，我甲你講啊 ，and the trouble is 我唔知即個物件 ，until 啊30年 later 你看啦，要拍伊本別。過去啊，個人咧，係哪有人寫的？你知哦，就我真正geram，我真正geram安尼人嘅呀。哈咪數，有關你哈咪數，有哈咪地帶㗎，你無當着你啊，唔是你嘅事啊，唔是你嘅囝啊，唔是你 ，you know nothing to do with you。有人你看到物件，你看物件，你知嘅咩？你知 what is happening 咩？我甲你講下，有嘅人是安尼款嘅喎，伊家己嘅 interpretation 啊，嗬，伊入嚟講出伊講個成個字啊，發生嘅嚇，成日講我人啊做工嘅事啊，有等啊，嗬。成日講有嘅啦，我人做啊，嗬，即係伊講啊，我啊，伊啊應該是安尼款想嘅喎。你會想係咪本仔啊？係，佢會知啊，伊應該是安尼款。你是 mind reader。有嘅，我講啊，你係無關。你 X-ray 誒目睭啊？我你講，你想講你是男婿啊？即係啊，是目睭成毛了誒。即目睭成毛了，伊人食錯了誒。所以你睇妹 is your nickname 男婿。當時嗬，
無有當時真起行嘅，因為佢根本就無安尼款哦，特別可能互人講哦。你感覺啦，大家按嘅，你感覺。你笑下面人會知咩？笑本人會知啊。按嘅感覺。誒，แล้วลูจำเอาไม่ตัวที่เต่าแก่ลูทำให้มีแก่เก็บโปจีบุษการังเก็บโปจีลูว่าสิ่งสุดการที่เก็บโปว่า人講下面嘛佢頭講佢聽咧，阿咪夾緊咧，聽又唔驚就唔驚，咪咯。哎呦，這麼數比我買高哈。係咪數人เก็บโปจะ係咪數？對咩？會高佢冇嚟做㗎啦。OK，來，就去講，那麼你講咩我別記㗎了，就嚟講。我講是有人講下咩阿咪講 something secret 啊，我嘛去挑啲去夾啊問看埋下咩代志啊，講下咩看下咩我只肯講翻啦。你去online 人嘅 secret 啊？Sometimes 我是 keep to myself 啦，我冇去甲人講翻啦，I mean 聽啦就其實講翻啦。你咪就係我呢邊有住人成講你先，我咪聽到別人 secret，你咁啊？誒，我咪聽，我咁啊咪聽啊，喺度喎。冇，啊是，㗎啦，你聽都唔係講到先 ，OK。人甲你講，係你人甲你講，還是third party 來報互你聽？third party 來報。third party 來報啊，啊是講到我嘅面前啊，我甲伊講，誒，這個唔是你數啊，你咪去插數啊。我哋無時間都是人嚟甲我講。我真無時間呢。係啊。人嚟甲你講物件咧，甲我講，我甲你一人講爾，無甲別人講啊，你咪去甲別人講啊。你我嚟講咧，你咪甲我講啊，所以咪是become your secret 咯。係咯。對，係咪事你甲我講嘅呢？你上家。特別我真係熟嘅呢人嘅喎。做咩？OK，有 reason 嘅，因為我是未去報人物件嘅，特別你拄着呢人嘅，你會知伊人嘅人是按照款嘅人。แล้วลูกเตรียมดูเขาว่าลูกหออีหลังก้องกับป้าก้องกับเชียวแล้วลูกดูใจอีหลังสิอันจะคว้าในหลังแล้วอุสีอีหลังก้องแล้วได้ก้องเดียวก้องทำให้สูว่ากูทำในหลังไง少，我冇插本你，我有你就是我叫我媽甲我講過，講那是人到底你面頭前講，我甲你講係人嘅物件，你問甲人講啊，伊對對別人嘅面頭前講你嘅話本嚟。講到啲事。我媽講，你那是人會甲你講別人嘅物件，你對伊甲別人講別人物件，所以你唔要寫字，你咪講係物件。是講我再講，我就是再講安尼款嘛着，所以有當時吼。我係利用啊！你可能人去幫紅聲。哇，嗰個搞啊！誒，即係高招嚟啊！咧嘛，咧咪調更哦，佢講係聽啦。哦，แล้ว我就係講ญี่ปุ่นแล้ว嘛，唔ญี่ปุ่น咯。你講啦，就是愛ญี่ปุ่น嘛。第厲害啊！是啊，人即個人家講，哦，迄個你知哦，迄個一個啊。伊翁佚佗查某，你知哦？嚇！我講伊翁來佚佗查某，無佚佗你都唔是你代志嘛？對唔對？你唔知是正是假，你去直直報啊！安尼有款啊？害死人！我大代志害人死唔樣啊！我袂打閒人安尼啊！哦，咁你講一個，我咁講一個，真久嘅故事了。我古早誒 boyfriend 伊媽來甲我講一項物件，伊講你較好去啊！我直接去伊厝，我看下有查某嘅衫掉佇迄個拄迄個門後尾，伊講了有查某放水佇伊房間，你知咯？然後我講，哎呀，安弟，你免煩惱啦，看到查某嘅物件，你煩惱啦，若是看人打包物件，你就煩惱。哈你物件，哈你直接 shut her up，good and proper。你冇講啊？唔講啊。對，是你物件嚟嗬。嚇？是你物件嚟嗬？唔是我物件嚟，伊就是要教書，我知要教書嘅。哦。所以係講你咪咁樣對去啊？安尼講，
แล้วว่า講哎呀我講你甲我講安尼物件誒你若是講你看到你嘛講你歡喜啦有查某愛伊你若是講你看到大波物件你嘛甲煩惱咯你無甲伊嘛講哈安迪哈你是阿妹情嘅喎別sampai belasan kucing是我小小咧，我袂曉安尼物件。我想講我甲伊講安尼我真厲害啊！然後你個講做水啊，安尼骨力趁淚互我花。你是我阿妹做 show 是 Miss Linda 係生Miss Linda，好笑。有人講話哈，真正係咪拖工嘅？OK， 我講聽另外隻拖工，拖工係咩事啊？未啦，無算拖工啦，伊敢若愛教書嘅嘛，都唔是拖工。拖工係咩事？我唔明白喎。拖工是成個 attack 你安尼款嘅，特別是成個彎一 round 安尼來 indirect 嘅啦。哦。แล้ว有時拖工本是無 intention 嘅，成個有時 OK 成個你啉一拗白酒，然後有嘅白酒真係清嘅嘛，然後拖工嘅人就講哇成個白滾水嘅呢，咪是叫拖工哦。你是無條啲講掉喝掉你。有嘅人是無條啲拖工嘅。哦，你原本冇講就及時啊，係咪？係你就是拖工咯。我拍過緊張啦，你。哎呀，笑死我！OK， 我咪講到啲另外啲較細小代志嘅基本知咩啊？成個講亂嘅成個看到人嗰時到底飛機條啊是只隻人嘅位，甚至你有出來咩做啊？哇！然後走去看啦，嚇！我同你講啊，我 try 過啲成個一個空間嘅位，嗬，成個一個位啦 ，indoor 嘅，你直直向對面看，你家己 start 啦，你向對面看，你直直看到啊，直直有人嚟邊啊，你白白看一然後看到曬然後個走嘅。我是講 human nature 啦，基本是 human nature。即係就是基本。特別成日講那些人講浪車是有隻人我落車來兜看咩？有啲是要兜下手嘅就無算基本咯，有啲是要去聽看咩？就你打咩告訴你是基本掉。嗰一條，一個來伊要兜下手，所以伊家己有成立。哦，按照成立法。我甲你講頂擺啊，講迄個我嘅車後尾伊個玻璃破啊。我講迄個麥連必甲我直直搭keliling我車了，我咪是入我車，我鎖完門了，我用我 handphone 叫馬達咯。了馬達來，我出來，一個人呀，前啊呢，伊甲我講，安迪，我會兜下手你帶你去馬來經馬達經去報馬來愛買，我有捌人好邊啊，我看伊。我講無要緊嘅，我有 insurance 嘛。伊講我都是做 insurance，我講唔要緊，我家己 insurance，我有別人，我伊人做，好啊？伊做基保嘛？基保會談，所以談成呢咯。伊想講我家己一人就一個查某呢暗了嘛。伊又唔知有影無影本嚟咧，是咯。特別若是講。我袂墮浪着人，我就咪 stop。unless 係墮浪着人啦，看你去迄邊，你去扎一個位了，你嘛是國家害死人，然後你去睇你點先去叫馬達，還是叫ambulance 啊，安尼看較好啦。古早當今無上個古早，當今咱有 handphone，下面會叫快，我會記30幾年前啊。到啲 Federal Highway 有一個浪車，แล้ว半暝了，所以我甲我朋友過，
所以我人 stop 帶下你人去落軍處。對那時我條命就係。講路。應該咱無應該帶咱 ，because 喺你點識就無 handphone 無半行嘛。有，你若是帶你人啊未到落軍處嘅人死路都是大代志咧。嚇，佢真係未曉嘛講嘛，啲我少年嗬。有時你我搞朋友帶去啊，唔要緊，嗰一個人 stop 你知有 passerby stop， 伊 help 跟下你人即去車你知有。你對調去。對咗佢，我朋友坐對伊厝，伊講安尼暗咧，講唔要緊，我對哪位厝頭先咯。哎呦，安尼大膽喺坐對厝 ，next day 喺起來時頭鐵一類嘅。哎呦，你小起來咧，我咪是去講，係啦，我咪冇時咱是講講歹嘅啦，但係唔知嘛。講歹啦嚇。你是歹即是講去吹絲咯。你after that 時啊，我講其實我條命啦，講安怎你使做呢物件？但是講啊，你出去嘅時，要 help 伊啊，變咗害掉伊就做。咱唔知字下面，咱嘛唔知掉跟去車。就是。And other side of the story 家講，你人出去啊，人亂，你講亂容易啊。古早無安尼想，古早人個無安尼。安尼搞怪啦，甚至古早嘅人啊，無啥當金嘅人安尼搞怪 ，because 當金嘅人 insurance 啦，蝦米物件個了嚇，有安尼事誒，你知哦？古早嘅人無安尼搞怪誒，嚇，你啊當金想起來哦，你啊古早咱人啊無去想，講咱人做安尼是毋對。因為蝦米事，你古早讀冊，你讀 civics 啦，你讀安尼物件，本是叫你help 人嘅嘛，對哦。所以但是當今你去教當今嘅囡仔去講，你 help 人安尼啊，害死人就是人。一講，我人細漢嘅點聲，我嘅爸有教我人，你若是會去鬥卡手，特別你鬥卡手，你特別笑，頭一步教甲。後尾步，你未使去想要冇講啊 ，wear your heart on your sleeve 啊，你特別小 implications。Hello，就是咯，因為蝦米事，你小起來啊，你去教嗰個對馬來，有只人無去想安尼款呀，哇，你就去馬來幾廿刀啊，蝦米人弄掉嘅啦，安怎弄掉一個啲嘅路啦，你只是看掉啦，幾點看掉啦，你真係險咯。這是去吹絲路了嘅。是咯，都是別使。I mean， 咱做好心就做好心，但係愛小後生，佢真少年不要想呢物件，乜哪有去想呢？拄頭要大狼人就是大狼人命，冇去想呢字。個嘅報紙，我唔知隻。沙瓦魚。嚇咩？安怎講？嘅報紙沙瓦魚，食無夠，過再天。嘅報紙三碗魚就冇夠嗰隻天哦。你冇聽到咩？我冇聽過。福建話。我冇聽過，我冇聽過就冇夠嗰隻天，特別我冇聽過三碗魚喎。是啦，三碗魚嘛，食個三碗地點嘛，一個就冇夠嘛，個天咯。怎麼冇聽過三碗魚嘅嚇？我可能聽嘅報紙就冇夠嗰隻天啊。俾你搬斷晒。你講一個去啊是，我冇聽過，是我個記未記，當時講係咪未記啦？未記了啦。我冇聽過，後尾兩句頭前一句呢，三碗魚我想未記。咱去學堂佚佗嘅點聲，咱佚佗上個節錄啦，係咪啊？節種嚇，咱咪是直跳咯，直念咯，嘅報紙三碗魚食無夠，個菜天。趣味，我是個聽嘅報紙三碗魚食無夠，個菜天。即個條直。三碗魚即個嚟條直啊！那個其實我覺得啲雞煲嘅啦，有成個雞餅出雞煲嚟啦。好，睇你第厲害嘅。嚇咗？第厲害嘅，雞餅出邊嘅買去插樹較好。嚇，做咩做咧？我人去邊啊？你就係clean啊，逐擺有代誌嘅呀。Hello，亂死機啦！
แล้ว阿妹去啉水来拍某，แล้ว某就哭甲哇真正乱，我隔壁厝边要去斗骹手，可怜啊！三百一打波，真的让个妹隔壁厝边的打波要来求伊某啊，按照路呢是有想个伊。你是咩些多少？Tapi lang ang boy mi kia be chap eh. Ilang cha ki sio me ame lam to tu ye luan ja ki chap. Tapi 这个阿妹推来10點幾11點，啉多啲啉甲酒甲啉 beer 啦，啉多啲啦，對來酒了嘛，厝呢伊掠伊某伊囝來拍甲伊個阿婆個咬哭甲大聲，哭白哭無，隔壁厝邊嘛是報馬來啦，叫伊咯，哇！我咱規個這邊個咧，我都加油了安尼是幾部錢啊？隔壁甲隔壁個聽到唔知伊故事直直個。佢就講啊，聽到講伊隔壁個查甫甲伊個某有咯，了伊個翁載着對來拍伊個某，安尼一亂這個哦，我聽到我講，哎呀，這個出來的事未使去插事嘅。係咯，嘅頂事未使插嘅。人，如果是講你 feel that 伊有 abuse 是係咪？你就報白來咯。你插落去都是只大了嘅，因為人拍片，你要插本未？嗰個一種嘅嘅報紙嚇，是你我小話再講，你是要知人嘅事，特別無你是要去講人嘅物件，是因為你成個 retire 咧，做乜手型嘅，無物件做，要做 activity 嘅有，你真有一種啦。是伊本就無 retire 本好啦，伊家己伊毋知成個只用伊個生活成個小清啊，是係咪啊？好無伊都要去吹物件愛你知？都是當下John 我咪甲你講咯，食飽換腰嘅咯，小型啦，無物件做，你知哦？我講下，我這邊隔壁91歲啦。伊個 nickname 啊，伊 nickname 伊給報紙。係咪數你知哦？你做厝，伊要來管你工人，這個唔叫做嘛 ，because 伊 bored 嘛，伊老了伊就袂做嗰行嘛。然後伊大一人嘛，對哦。แล้ว古早時，我若是大啲歡喜做物件，伊本特別伊真 helpful 啦，若是看到我無力啊，伊個要來 help 我。我計講當見我計講你問來啊，因為你搖啊，你都發覺我嗰陣時，較早幾年，伊個甲養人報時嗬，就是講我下物件去三包湯啊，我無力啊，是蝦米，伊個會 help 我煎落去是蝦米啦，你知哦。แล้ว當今若是人蝦米物件，住來我厝啊，蝦米，伊好 in the sense that 伊會甲你講啦，幾人來，蝦米人來，啦，你知咯。你會若是車換過來呢，伊會湯啊煲到油了嘅啦，你知你一種人啦。แล้ว我人當佢無叫伊買伊名了，我人講幾部錢就知影喏，人真係主要笑。你講啊，你講有感覺到有個人係一種嘅幾部紙 ，actually 佢哋唔是大，佢哋冇咩大派嘅幾部紙，佢哋是特別唔是水幾部紙本啊。人家伊有可能是感覺到伊是伊嘅責任，伊嘅 responsibility，伊責任嚟去啥鬥下手伊身邊嘅人，嗰就有個人是。是啦 ，I mean 係你是人講neighborliness 啦 ，well intention 啦 ，well intention。tapi 有時伊本會係咪？因為老人嘛，伊老了有一個款本嘅啦，你知啦嚇。
呢間雞血有人老人對唔對？我咪咁講，我知道嘅是，เวลาจันเกยังไหลไว้ชัวแล้วอี curious อีเบลไหลใจสิฮามิไอ้อีแก佢ไหลสูได้ปัดตัวเดียวชัวไม่ไอ้ปัดตัวเขาแปะปุยเดียวแชร์กี้อ่ะแปะปุยก็好冷啦已經變出邊啦，搞掂裝嚟，但係話阿妹做喂 drive 過啦，你咪是有下你 garden 啊，冇 even 攞掉，裝過嚟啊，因為下過喂下你flower bed 實在哦，你知啦，誇咁多啊，你只塔掉還是係咪一拔多啲喂，厝下你每嘢個口仔哦，所以白背都好借啲喺你 computer 會跨出去，一講到大聲，我啲做 sponge cake 啊，唔是 ，sorry 不拉真機，我夾白背啲做 sponge cake，然後不拉真機啲 computer 會，講到大聲，哎呀，我再講啦，死人，佢話 sponge cake 變做 rock cake 去 ，because 我要一掛啲塊出接嚟。佢來是 deflect 咧，而家係啊。Hello，แล้วควายโอเค哦，แล้วว่าอังฮัลเตรียมเสียสิว่าอังเขาที่ควาฟุตบอลล่ะรู้ใจ哦，แล้วอีหลังจังอีผมอี聽唔到อีตัวควาเป็นอี不斷จัง啊เป็น goal， แล้ว我就咩咯，我講อันช่วยเจ點我打เป็น做極嘛，我找住個庇護，แล้วควายเจ係เป็นจัง goal， 我計講咩，我講你咩事啊？你做乜嘢？又講嗱，基本是講看 football 講誒。唔制啦，係咧，我未喎。佢而家冇乜你制法多快啲啊！我講我真機是講，我講我咪是找出來。你怎麼能真機講上物件啦？嚇！แล้วทำไมหนอหลังคุยให้เลยมือเหรอชอยจิบไหลแล้วพออีที่เอาไอ้แต่ลิมว่าไปแต่ไต้หวัน sponge cake เป็น做 rock cake 呀，สวย個 ice。激死我！我個係見過啊，這條樹，哎喲，你啊！即係講，即係成個古早嘅時啊，5年前啊，我係馬貴先啊，我 retire 啊嘛，所以我係高等 office 啊，我做 volunteer 啦，冇賺家子，我去特大節。半日我去做 administration， 我人嘅高等嘅 compound 啊，真係大嘅咋，แล้ว伊龍崗嗰咧有 cast iron 嘅 grill 呀，that time 啊 cast iron 有價咋，哦，人頭鐵㗎了，嚇，我嘅 office 嘅後尾啊，一行啊，我冚去because 有 aircon 嘛，我聽到摩托嘅聲。because 我人有收入我 office 啊，我先有飼一隻狗嘅啦，แล้ว伊狗真正親到我，逐擺我若做工啊，伊入來下竿嘛拎嘛，我坐去我 desk 啊，伊困 across 我腳嘅位置，我起來我開個窗啊，我看到兩個鏡啊，坐摩托，頭睇伊個龍崗嘅 cover 咋，所我嘛一 grill 到就數嘛，我就講咯，喂，伊個 clerk， 我人個 office 個 clerk， knocking 房間開始，聽到我講，伊就講，我人老人講，你搞妹，by the time 我開個 grill 到，伊摩托。走去啊！屋住了，嘢龍崗嘅狗去走了。啊！我覺得個朋友嗰啲處理咁掉嘅啦，得你。我是講開，伊即係開咧門撞出去外面，伊個就是講特別清知，那是講啊，你撞出去，喺你內打波拍，你本是可以拍 for nothing 啊。我人有 jaga 誒，特別咧 jaga 去真勁，你若是撞出去 jaga 會打閒伊人嘛。我甲了講，開，你上有去樓頂去困，
一啲困下波，一攞嚟問我蝦米數安尼亂。我成個一時條走嚟，喂，一時會走落嚟，喂，搞刀子打，搞到白白跳舞。就咁我看個美國嗰條，係走去啊？困呀。有你 mute 掉下啦嘛。美國你講係咪嘅機保咪有咩保障啊？這裡應該冇講那個300%，冇300%掉。講下未？講咧？個係咪嘅機保資有冇講過？冇啦。機保資特人冇 slightly 有淡薄機保啦，是講有人機保資啊，害咗人嘅都冇好啦嗬。是咯，嗰一款嘅機保資啊，甲你講啊。咱教堂啊，逐擺有地演的嘛。Sunday school 囡仔要行，阿咪樣有一個格，互你寫日誌你名，了你 bless 日誌嘛。有個人啊，囡仔爾樣上講伊係兩箍，哇！我就咧講，你看，因為好嘅係兩箍爾，我講就無夠你大媽咯。我講聽，咱咪是講問講係你係咪人 ？Sometimes 有啲judge人啊，哎喲，伊喙สุ家雜夾嘅。judge 這慘嘅。Sometimes 個死啊，個家己 self-righteous 個死你就。對，你使我教 BB 話我講唔是學堂嘅。哈咪會嘛有安尼？哈咪會嘛？Judge 第天嘅啊。啦，你問是啦 judgment 嘅，唔是講 place of worship 度假人是好嘅，人就是人啦喂。你去到落有冇是有 judgment？ 冇 John 唔是有嘅人啊，去來互人看，講對，我講互你聽。我講互你聽，即個就是有時我起行嘅時，我就講啦，我講唔使去拜甲3拜伊翁講嘅藥，特別你後尾做安尼歹勢物件。頭一條講人就是無好了，我就 always 講，我 always 講啦，我係罵啊，就無爽嘅我講，你嗰時就係講我講住住嘛，你無爽啊嘛。就是有人有 certain somebody 做合 something 啊，然後同我講，然後你嘛就講住住啊。係啦，就是因為蝦米事我甲你講嘛，我細漢時就拍 ，because 你人亂就講話，แล้ว我都唔知講，我就拍蝦米事，แล้ว唔要緊，แล้ว after that 時我媽個無甲我，你知影古早人啊，伊起行咧，伊嚟拍你話無甲你講，我唔知咧過咗30年甲講互你聽，因為時。我是計講咯，我咪計講咯，我講啊，係你人甲你講嘅，你也無問我，有影無影，你聽伊講，你當今伊，你人真係好嘛？我講拜甲人翁講會搖，伊翁講會搖嘅嘛。我就啲講下面，我就啲講啊嘛，我係麻就唔爽我講嘅咧。所以當今我講，伊係人我阿死都未講我聽，我無愛知，我無愛聽，我無愛知，我無愛插，我講我無愛管人事。你點 found out 咧？即係人講，冇係默講，到尾佢啊，安尼一年，伊家己流出來，伊講發哥，伊講你安尼，當今伊個囝嘛是做安尼，然後我講我做蝦米啊，成個伊囝呢，我嘛是跳咯，伊不來背出來啊！你講出來有時我咪跳，我講我做蝦米，安尼成個伊囝呢，你講我聽，當今講我聽。我亦冇話到講有人是安尼咯，嘅 neighbor 被鬥伊，嘅鬥伊驚無好物件。你知安怎我會蝦米哦？但係我甲你講啊，即個物件我安怎我會知到哦？當時我去學堂，然後學堂行落對厝咯，然後我逐過是行落對伊個厝後先，然後你再行落對厝，我過迄個工地嘛，對哦，然後
有一个朋友搭卡搭车过，然后白天喺你後尾落位，看到我 stop 我甲我講話。然後人 stop 你甲你講話，你就 stop 甲人講話嘅嘛，對。伊去逗我嘛，聽講，你查我安尼小聲一句，去拄搭波啲後尾落位。哦。It's a different story, you know。無問我無半行呀，因為嘛，伊人落蛇了嘛，對，講一句話，未跌了咯，對來我咪跌咯，根本我就唔知頭啊，唔知尾，過咗30年冇都知。啊！死得幾歲啊？死！哎呀，我40幾歲啊咯，40幾歲啊，冇都知。冇你嚇死喎，10幾歲死啊！係啦，我10幾歲死啦，一個運安娘知哦，我有娘唔知，我唔知半行嘅知哦，我有娘啊。都着人 stop 你人個人咪是講人會啊，人甲你講話，你咪講前落半日，講無做半行，也唔知頭唔知天，伊安尼款結嘅飲嘅錯。即個是啊，隔壁厝邊嘅人啊，你做家婆錢愛插人嘅事嘅。係咯，這是家己人嚟，個唔是隔壁厝邊。但所以我講，我唔捌呢，然後我媽特佢講我阿咩係咩啊？係咩啊？伊講一句話我袂記啊，伊講成家講袂記你 root 係啥物？我講我無 root 些都未記。哎呦！我起行袂使甲你嘛講安尼款呢。我起行啊 ，because 我always 講，哦，迄個人做事大，係咪？我講我無插你大事，我講我無大無細，講無大無細，我講你咪問我有大有細，若是人有大有細，我就有大有細，人無大無細，我比人更加無大無細。Actually 真講啊，我甲你想啊。我有咧，無插意思，你家己你 elders 係啥物啊？你 sometimes 想做 certain things 後，你 loosely respect 一下。我有當時是為了我咪講話，是為了我爸母咪做人借數咯咋。那是啊，有當時那是講伊借數起來，我是講咧，我是無幫刷過伊人嘅，我無插你是我嘅。阿 John，咱我無偷食甲你知哦，我唔是靠你趁食嘅知哦。你係咪說我就愛 put up 你嘅 bloody nonsense？你搭人搭間厝，搭你親情，你去叫搭你厝，你去叫。你免當着我，你當着我無幫你刷，無插你，我無插你是蝦米大，我無管你。我是對我無插人講 ，because 就係我 especially I mean 個就 already 頂到嘅時候當劍甲無啊，頂到嘅時候就真係人 always want to 用即個嚟做一樣嘅 arsenal， 你俾做 attack 你嚇，意思是俾講講你後生啊咩啊保險啊什麼，無唔是講有啦，我是講特別伊人有安尼 weapon 啊，你知道？所以我家己，所以我所教我 parents come out to my parents， 我無插嘅啦，我無插樣我咪講咪抄字牌樣事嘅啦，我無關啊。我有啲教大好事啊！特別我一條就是我無插人講我安怎我無插，我面皮只教，我一隻會看開嘅。但是你講到我係厝內人嚇 ，especially 甲伊人無關係，你是 attack 我咧去做我厝內人啊！我是無幫手，你死啊！我每落甲你掛槍叫起來，太搞笑。我無安尼，我無架車叫起來報仇，我咪踩你人，我當我唔捌伊。我家己是當唔捌咯，但是做到我厝人是為了要傷我嚇，去教我厝人做咧，我是掛車幫咁嘅學起來。然後我無去管，我無去插你，我也是你我好死也好，我無插，特別你免來教我就好了。แล้วว่าขอจะรู้บุญว่าต้องรู้ทางการ transparent นั่นเองแล้วขอจะอีนั่นนะว่าขอจะแล้วว่าหมาจะก้องรู้บุญต่อบุญเสียรู้เป็นเกี่ยวหลังว่าก้องว่าเกี่ยวหลังแต่พี่ให้เลยไม่ใช่หลัง所以ว่าไม่เกี่ยวบัดนี้ก็จังมีกูก้อง即係伊人用阿仙奴伊人 make use of you to get at your parents 就愛酸對 parents 我的爸真正公道的，真正濟親情大擺對來保我的
我妈甲我爸讲我人做安怎，我爸正讲做诶。迄个人有志去面前诶，知毋知？伊叫我人落来，伊叫我人讲，然后伊要，迄个我爸我嘛听伊人会使尔，伊人来听我人家己会使。tapi 頭先講乜嘢？我爸甲我媽真係 old fashion 嘅。了啊，伊人個愛面，所以愛死愛面，我特別名伊人。所以面嘴，個別冚互人講，你知哦？你開始 OK 唔要緊，都別冚互人講 OK 啦嚇。tapi呢，你無查清楚，你想講伊人絕對是對嘅。So those days 是 charging。Those days 是伊人聽了哈，伊人想講迄個人是較大輩。所以伊人嘛是相信伊咯，你知哦？我甲伊講了，我講 I don't give a damn。有當時唔是講相信本嘅，有當時伊就講出來無插，有當時要假使你係是要互人看本嘅，但是你係老輩人啊。老輩人伊假使你驚，唔是要假使你，假使是要互伊嘅老輩人看到伊人有假使哦。對，但做伊人愛改掉你老爸老母誒。你特晚你講就對掉，你是拖你嚟講人嘅好歹物件嚇，一頭拖起來到啲面頭整凳面來，攞人就嚟講，你會告訴。對。你知 because 啊，我係過一個呀，我會節啊，伊來報我係爸聽講，哦，你成囝，你互你後生安尼坐類，你知哦？一開就坐，伊請伊個朋友去食一個食下咧。所以我爸知嘛，所以我爸叫我過來，甲伊講，你坐講你是安尼有款，你去倒找迄個類。所以講哦，我真正賺的紅包類，我無開嘛，我考冊我考冊過了，我甲我朋友出去食，我互你看，我開就一個類。我看伊嚇。我看哈。對啊。伊愛算我爸嘛，講我爸成後生嘛。係啦，我想時間都可能結束。即係你點是幾部字啊？對，幾部字啦，就是講我講有陣時 parents 啊，伊人就是成日講看別個囡仔安怎了啊，伊人愛講嘅，調工嘅嘛，算。係啦，我是啦，伊人逐個愛講人，所以伊就愛 run 人 down for them to look good 嘛，你知哦。所以特別古早嘅人就是食安尼物件，等陣啊。特別講有我看你是 iPhone 6哦。6 Plus 對。哦，你6 Plus， 我買6 Plus because 安尼長嘛，我係手面一個，因為我甲你講一個，所以我買6爾。我買對哪啊？加工 Viber 我呀。我聽咗個聲安尼細聲，所以我轉去個店我講我買啊，一個安怎個聲安尼細聲，伊甲我講互我看，你聽個風安怎下倒落？我想講我 iPhone 5嘛，伊講安呀，你 speaker 是這邊，你 speaker 特別去你耳仔個位，袂使小落，我會小落，小爽。因為買伊個，你看我個 cover 是安尼款的啊，冚安尼嘛。我買個店時咧，我推去咧店，伊個問我蝦米代誌？我買個 cover 安尼，逐擺我聽，迄 cover 特別壓去後尾，伊講仲唔使壓後尾嘛？你冚咧 speaker 咪聽着嘛，都有一個坑互你 speaker。伊話講 user error， 伊講你是380羅是。青子，不要緊，我本身個路安尼380羅。我講聽有啦，幾日你聽到我第一步店做工嘅時，有個人接來，伊講
我讲 speaker 我开 speaker 是会，特别我听袂到是听袂到伊声。伊了是伊样子看了走来看，伊个迄个伊个 phone 的咧 plastic 一安尼无贴起来讲 protect 伊个 phone。伊一安尼 plastic 无贴，特别会底伊甲伊加起，伊有一地互你贴啊嘛。伊用到你把伊顶面，伊 cover totally completely 冚伊個完全袂掉咯。You should have seen the face of the lady in the shop 我最喜嗰個蝦米大字喎。嚟啊，佢扎堆嚟啊！超面都暑假咯，都等3個月。咩？我等3個月 because 我買 64K 嘛，我未128K 嘛。是。所以我就等3個月，啊冇 64K 只係地彈了。我彈歡喜啦。我前次你iPhone 未走出嚟啦，當今。我而家iPhone 5我去修理了。哦，修理了啦。安怎會破？冇破。伊個 glass 翹起來 ，because 唔是講我害喺 iPhone 5點拔到，我特擺 overnight charge，every night overnight charge。伊個 battery 금방起來，금방塞伊個 glass 起來。哦，是啊，未使再上高啦。No，that's a defect 啦。伊個 battery，我昨天冇你個看到，伊 extend 伊個 battery 嘅 warranty to 2016。伊個 battery iPhone 5嘅 battery 有 certain batch of products 哦，伊個 battery 會 expand 咗 ，expand 經伊做伊個咧頭前嘅 screen 會 pop 出來啊。伊塞伊 screen 起來 ，but 我夾轉去啊，伊人講我 warranty over 2 years over already，你咪教我 change。我哋 warranty 嘅是叫做 battery program，係 extend beyond warranty，樣本特別做嘅，昨天嘅是做住我把你個踢掉呢。哦。我last week 我夾去換，所以我換新嘅 battery，然後伊個 glass 好嘛，所以伊人個 glue 到對好啊，所以我 iPhone 5 now is okay already。OK 啦，但係我講未講到一項個。冇啦，我講馬路嘅囡仔不是真係幾活潑，啲 parents 啊特別，你知哦，伊人真係講 student 嘅物件啦，咪安尼講啦，對去報告啊。哦，對啦。 I think it's also because 你知古早咱細漢嘅，你爸母無好你去寄報人嘅書，無好你插人嘅書嘅嘛，對哦。了，所以你無安尼，你無 I mean 無講大人啦 ，I can tell 有個人嘅 family 爸母無好你做寄報嘅，所以你無關係去寄報人嘅書，你未曉寄報人嘅書。特別若是講下你關係好，你做咧買一波幾波物件哈，I think 有人真買一波嘅嘛，有。了有人真係暑假幾波人嘅物件，愛幾波人嘅物件，所以伊人大漢了，係咧 is a habit，然後所以大媽人講是 genetic， 我講唔是幾波，就是伊是一個 environmental 嘅物件，你無人教你，所以你變安尼款咯，就是人講無家事就是安尼啦。你無 train 掉啦，你無講。I believe 人家寶就是安尼啦，囡仔當今嘅囡仔真濟，像那濟爸母無教伊人嘅嘛。對。係咯，成咧無啦 ，in fact 伊人 parents 家己本寄報本啦。我拄對啦，真濟，然後有當時變做是一個關係，你知喎？對咯，你講當今嘅囡仔是唔是伊嘅 parents 本是 new generation 嘅，嘛是安尼款咯，家己寄報就有教，啊你尖行落彎就會教，你驚行落地。對。對咯。你講啦，真係 amazing 就是啊，咱同幾點 Malaysia 是差唔多4點或5點啊嘛。4點半了。清朝會使去長 A 西面去接觸。我冇去接觸，我要去困了。清朝一個月一到是咁樣拍拼咩？阿妹拼過。講夠9個人聽得到嗰種，9個人其中一人是 Siri 娃娃嚟啦，有。冇了嘛？你冇聽到你 YouTube？冇了。嗰9個人喎。
好了，人教人 salute 人特別人。冇正啲唔是多啲馬來亞呢？唔是馬來亞。可能啦，有可能唔是啲馬來亞。美國嗰隻。叫美國英國。That's why 啊，就共產黨講嘅呢啊，都是對。That's why 我大擺我客古細漢啊，我嘛大擺罵我人講，我人買插死人樹。是咯，你嗰隻行物件就是，你再講囡仔當做囡仔啊，真係暑假去人嘅厝啊。開人嘅物件，借人物件開個了，我唔捌看到安尼款，你知哦？安點啊？你哦，我朋友會寄來我厝啊，我就個驚呀，一去開壞，冇開壞拄咗唔要緊，若是講是赤，若是蝦米個唔要緊，一開壞半我個了啊，佢砰就頭殼時啊，刮到伊我就麻煩啦，你知哦？肯定你知。你講。parents 啊上成嘅話咧，未有揀冇嫁掉，冇嫁掉。啊！你就咱家己嘅囡仔在厝，我人捌看到，捌拄着人囡仔去開賭，揚物件出來，搬物件出來，我就青驚，你知哦？這個啊，也講這個是紅毛囝較濟啫。但係這個唔是紅毛囝呀。這個我細漢嘅點聲，我大單中讀講嘛。古早嘅 RAF 嘅伊 officer 啥大徛嘅厝上個我人嘅呢，然後伊囡仔過來甲我人佚佗嘛，行入來我人嘅厝啊，你去樓頂啊，我人嘅房間啊，我嘛講，伊袂使去樓頂，我人總去甲伊講 ，you cannot be up here, you come you visit downstairs, this is family section of the house， 因為話 why？ 因為 why？ 有時我教我嘛講，我嘛有時講死阿毛囝無家事。是咯。特別有呢，親戚有呢，伊人，這個物件哈，你看古早人乜都有攤龜嘅，你知哦？我有。真慘嘅啦，你話你有當時啊，囡仔個表囡啊吹謝，要死就急死。你話個表囡故意點點啊嗬，老師啊，你知道嗎？他這樣呢，等陣啊嗬，佢講啊哦，你有嘅時係咩咗？伊唔知咧，伊成日講愛假搞，你知哦？假保嘛，愛假搞嘛，你就講啊 ，hello， 是咯，啊，他講的，根本伊唔知，你知哦？我就攞你翻嚟囡仔啊！我加錢啊是啦，我講啊嗬，你最好就是啊嗬，買貴啲定係老師就對啊，買叫我，你同我加了買錢，你寫啲物件傻了，你其他嘅物件都咪教我講，亂都真有，你話特別本地是講啦，安怎你講你囡仔會有你講你囡仔？這是父母無家事啊！為話咱卡古細漢嘅點聲啊，學生啊是讀冊，做老師講安怎對，你若是無對啊，袂過冊，我舉轉去馬家爹個罵你，他那無啊，伊若是袂過冊，伊馬過來學堂來罵你老師啊。哦，伊人同伊是安怎咧？就伊人是去假保別人嘅物件誒，你知哦？我啊拄過啦，有一個 parents 啦，有幾若個 parents 啦。last time 嗰時我啲家姐嗰時吼，伊人是頭一班嘅囡仔就，伊 parents 啊叫伊囝吼去抄別人嘅分數誒喎。哎喲！哦，確實狀態好係啊！抄別人嘅分數咧，嗬，抄別人嘅分數咧，嗬，แล้ว佢後時人半咧，嗬，咧有一個婆啊，呢就婆啊是。看伊 competitor 嘅分數嘅喎，แล้ว話伊對厝啦，是啊，伊 parents 就成歲了，之後驚輸咧，個表經過，你安尼款做，你就是去假保人嘅物件啦嘛，人家幾分管我咪輸咗。嚇！伊愛看，伊囝要較搞個別人嘛。一做嘅伊囝啊，嗬，伊人家了話變咗啊，成日講有性病咯。哦。pressure 啦 ，pressure stress 啦。那麼有可能安尼，囡仔是看哪伊份嘛就變做伊人成日講啊有 competition 啦嗬，咧伊人有性病，你就咧有嘅囡仔就驚咯，就講啊安尼款嘅人們有，咧有嘅呢嗬就條件愛栽咯，咧就講咧有嘅嗬講，那裡有可能他會考到這樣高分，安尼款嘅數分有嘅就。你上 competitive 過頭成日
所以人講新加坡真係濟學生咧話跳樓啦，伊人未 take the stress 是咯，我講下，你款嘅物件 ，parents 又見咯，咪講，你特別教學生咯，咪去寄保人嘅書。是，不要緊，伊無教，後到伊學外人教佢嘅事，可能拍死。那個不要緊，就有一道嘅事啊，แล้ว我人有佢哋家長日嘅嘛，佢哋 parents day 你講嘅嘛，所以 parents 嘛對佢嘅 report card 咯嗬，แล้ว伊佢哋teacher 嘛，佢哋 comment 咯，講伊間學生安怎你看咯，แล้ว有一個 parents 一隻寄保嘅喎，嚟啲講佢哋款嘅物件嗬，一條工成日講企個我咧去偷聽，你知喎，แล้ว佢看這條嘅 parents 嗬，伊看到你看咧，伊袂識哦，伊直頭企起來罵伊哦。รู้อันนี้ว่าเท่าที่อาศัยมีอีสูทำมีอะไรแล้วว่าสัมภาระเสียวผ่าอะไรที่เจอว่าไม่ท้าเดี๋ยวหนอไปเจอกันแล้วก็ที่เจอเดี๋ยวโจกองชินแล้วลูกขวาอันนี้ควันแล้วลูกยีน่าตอนที่ปีนี้ขวาเดี๋ยวอันนี้ควันโอ้โลอันนี้ว่าโอเตียวโลสวยควัน你大波度做啊嘛哎呦，咁我教你人咁成浪啊！即係呢排咧，我哋白嘅邊咧，就是誒，怎麼住走而家下一間？鬥嘅，好鬥嘅，掉鬥嘅同樣。แล้วก็即係嗰啲ไอ้คนเนี้ย特別ลองจู่ๆไปเก็บโบแล้ว可能คำตายสิก็ต้องมีการเก็บโบ。哇，你個係記啊？ไวกีแล้วโอเคจะสิว่าไงสบายแฮบเวลาจันสบายแฮบบี้สบายแฮบเวลาจันไม่แฮบบี้เย่สบายแฮบบี้สิไปแล้วเหรอสบายแฮบบี้ก็ไปแล้วเหรอสบายละจันแล้วก็จ้ากง咯แล้วก็ชิงจี咯今時係ชิงพี่มังจ้าก่อน係แล้วก็วิวว่า就啲Skype วิวว่า今時啊嗰啲聽講嗰啲聽掉教佢聽就冇差唔多啲都係聽今時都少聽咧估禮拜咱個就係對嚟參過禮拜四幾個數今時嗰啲聽就少聽禮拜再見拜拜拜拜OK，等我冚第一次。sorry 啊，我係教嘅人，我未使 broadcast 就為咗 privacy，唔該，我少講，到正講嘅嚇，就是出到啲咧 YouTube 嘅 link 嘅，所以我特別冚啊。sorry 啊，教嘅人，或者就是你去親身看到我嘅時候，你架聽我就個表架 call 路，我俾講人聽。OK，sorry，bye，教嘅人，拜拜。OK，等我 stop 先。